城市社会运动，其实很多人说啊，你是一个会长，一个领导者，但是呢，我认为这个名称对我来讲不太习惯。我认为是一个协调者，就是说你要做一个社会运动，要很多人，像为我们运动至少要20-30个一个核心人员、核心的成员，这些成员就是无私无我、牺牲奉献，要捐钱就捐钱，这样，从来不说二计划。高屏溪运动的呢，几乎整合了从台南到屏东共100多个成员，都在保护这个高屏溪，也受到不少的威胁。所以，所谓领导领袖，这个名词呢，不想在这个社会运动的角色里面被这样的一个加以框起来啊。所以我就当做协调者，就是说一个人没有办法做好很多重要的事情，只有大家共同的努力，才能够完成很多事情。大家共同努力啦，咱可以完成各种很重要的事情啦哈。因为等于说也都讲人员的嘛，大家力量共同合伙来的，所以咧共同的理想啊，共同的未来安尼，把做事情都唔可以共同完成吼啊。所以现今的如果第一段时期呢，嗰度朋友共同在第一时代，人员有时候比亚时代做的事情啊，就说大家共同做事情，哪样做事情的一个方法嘛。以前嘅郑国海同沙运嘅郑国海，其實對加一個計時吼，最改態嘅一個注意。不過對人哋看到加一團過長，其實對佢做以前過後，最因為義務嘅無限，故所本期是有10年嘅停筆。對參加沙運嘅時節，面對一個第2本實習過後，注意直到1999年正月第3本嘅實習，一段時間加創作未係有停下來嘅，就係喺加一篇。文章按到南方大地嘅心靈對話有講到，1985年開始到1998年間，我差唔多停下嘅書寫嘅書筆，拍走嘅文學嘅墨汁，我表上嘅書寫嘅武器同詩人嘅身份，收藏對書櫃嘅深處，作為運動海體血老牛之父，同有小可中產階級嘅知識分子，一類又一類嘅成立組織，設立目標同策略方法，展開所謂嘅南台灣綠色革命運動。也兩個建立都本鄭國海以前以為200嘅停筆，佢也200嘅停筆，面對也規則嘅過程制度，構成呢，佢後來變做10年嘅鄭國海，輕重要嘅一個養分同佢一個內涵。接下來講到10年嘅鄭國海，其實鄭國海以前佢應該對鄉中時期就係一個文強。佢對入去高雄醫學院後，咩加入嘅高醫師社。第1967年嘅時節接任高醫師社嘅社長。佢當時就用筆名林三，對當時嘅歷史刊發表作品。佢向是咩同蔡豐傑、吳重慶共此類電影創辦嘅阿米巴斯刊。等到1971年嘅時節，對鄭國海醫生嘅提議之下，就同高醫師社改名按到阿米巴斯社。阿米巴斯社就變做高雄醫學院親友代表嘅師社，到現下就係有運作。喺1983年嘅時節，佢出版嘅第一本實習《海潮嘅字典》，佢用14年嘅鄭國海就對一個時節開始，本大家做得認識到史壇有一位重要嘅詩人，